破读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39集191条，一喙挂香枝，就是一张嘴附带两个舌头，比喻这个人口齿伶俐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掛八卦的卦，第二读作掛也是khuà嘛会使第三读作掛，长衫马褂的褂，第四读作跪，跪纸的跪192条，伊甲这件代志看在心肝头就是他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叫做可，第二读作掛胯，第三字读作掛，第四字读作掛，长衫马褂的褂193条，无钱这你甲我提，如果你没钱的话，尽管找我拿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客，第二读作提，第三字读作拿，第四读作说。194条，我提议后摆要食饭，换食别项较健康素食的，我提议下次吃饭要换比较健康素食的东西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提，第二读作提，第三字读作見，第四字读作客。195条，伊回来厝客物件，就是他回到家里面来拿东西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提，第二读作客，第三读作下，第四字读作下。多谢各位收听。